点讲的丹那市防台损害电力系统，家己的基地蹦地在沿海地区也是无电通用，台电是要搁咧清伤。另外，南投水里有一大个山架放落来，离电塔是干那5米，台电甲乡公所是先来做这山架稳定工程。高压电塔踩伫山顶，边仔边坡放一大地。但若是风台过境，南投县水里乡车到的时，雨量捌到300毫米，造成二白山一地边坡崩落，道路是抢通啊，也毋过电塔煞强要对落山坎。其实会造成说，在这个2丙山上这附近住在这边的人比较不方便。如果它又坍塌下来的话，大雨又下来的话，当然是一定会担心的。当地民众烦恼，万一搁来一场雨，电塔可能无保。水利乡公所表示，邦纳点附近有2座电塔，目前已经报称灾害抢救。台电强调，目前电塔安全毋免烦恼，地基伫岩盘顶也无必损，会甲公所合作启动稳固边坡工程，各分担经费，预计9月就会完工。这上面呢有2座电塔，恐危及电塔再度崩塌下来，那会造成更大的这个灾害。现况来讲，在铁塔的安全性是没有问题。水里乡公所这边大概要用那个紧急灾害的防救的方式来边坡稳固，台电也就委托我们公所这边一并处置。台电工程车将倒伫渔湾仔的电火条啊吊起来，到17下昼5点几止，嘉义县游园有338户停电集中伫义德乡布地顶沿海渔湾仔地区。这道到迄边中路呀，完全在迄个风台较近，拢完全无电来啦。渔湾仔起初补办到达游园布电，这会当暂时用发电机应急。台电强调，目前村内无电用户，多数位伫线路的尾流，爱架设电火条啊，一段一段砍线，作业难度明显提升，会继续电力收收。公视新闻采访报道。